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早起嘛，针对台湾的防疫、国际合作、甲纾困的方案发表谈话。清明连续假期要到啊！最近因为防疫比较较少露面的总统蔡英文，特别伫假期前伫总统府内发表谈话，向国人报告目前防疫的工作进度。前一个阶段，我们组好了国家队，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要打国际杯，跟其他的国家一同做区域联防。我们要让大家看见，不只是Taiwan can help。 更是台湾 is helping。国内防疫物资产量一直提悬，若讲有能力，台湾嘛会使帮助国际上需要帮助的国家。蔡总统嘛用英文向国际发言。Pandemics cannot be stopped by one country alone, and Taiwan stands ready to do our part. 针对清明连假，部长陈时中嘛提醒民众防疫袂使大意。我到外面去的时候放松，还是要注意。 我们的社交的距离的维持。那高铁也宣布了，进场要量体温，超过的一定的体温就不能够进去。那进去的话，就一定要来戴口罩。蔡总统最后嘛提醒国人保持社交距离，照顾好家己的健康，全民做伙来防疫。